市淡水分局的警方昨暝跨区到南口，要来抓一个通缉犯。这个通缉犯是顽强抵抗，搁开枪来反击。结果警察对一个代理小队长的骹目着枪，也毋过伊也是拼力，甲这个嫌犯甲压制逮捕。加在小队长无性命危险，警方即马当咧追查这个嫌犯枪击的来源。开枪！警方赶到位要斗抓人，一个嫌犯已经被压制在地，也不可能讲有人受伤啊。你中枪了？你有中枪吗？帮我叫救护车！一个员警卡着穿救护车赶到现场。你是贯穿吗？有射进去。有射进去吗？可能还在里面。着枪员警随行送去病院来看当时监视器的画面。过来员警抓人的是这个嫌犯举枪出来反抗。新北市淡水分局警方昨暝跨区到南口抓一个通缉犯，一路一直入到惠友公园边的地下停车场。着枪员警当时忍痛将这个嫌犯压制掉咧，被拍到的就是这个警察队姓李的代理小队长。关心的电话有够多，伊正骹目着枪，赶紧就开刀。比例是这个42岁姓陈的嫌犯。我们要对警察射枪。有毒品、枪炮、剑口，佫是诈欺集团的首脑。因为距离很近哦，同仁就把他的手往下拍哈，拍下的过程中以致导致就是打到我们小队长的小腿。加在这个代理小队长无生命危险，目前已经转去厝休养啊。警方嘛会继续追查嫌犯的枪击来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